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早前走江湖念歌，去到倒位，拢总是青云人。这念歌的歌仔先，面对无熟悉这济人客，到底安怎样打扮，安怎样应变？歌句内底安怎样念，才袂去得失人？实在讲，真济走江湖这念歌艺术家，因本身家己拢有穿歌头甲歌尾，啥做歌头，啥又讲做歌尾。国情来甲所有观众朋友，咱来开讲一下。歌头见面，我扣一拍，大家出来听看卖。四句连讲，朋友姊妹，阮总请，千分毋捌恁的名，会得结缘做相听，原谅小弟较无声。见面若即个四句连先念落，先称呼讲，千分我都毋捌恁的名，有影你，恁来听我念歌，听我卖药啊，我要哪会捌你？毋过咱会得结缘，咱爱共讲好话，会得结缘做相听。啊，恁吼原谅小弟，啊，若查某的就念讲原谅小妹啊，较无声，这就是表示一种客气。啊，我虽然较无声，若无二步七啊，嘛毋敢徛伫咧遮点功夫呢。所以嘛是望你着爱斟酌听。啊，歌头也阁有哦，搁前阁扣另外一拍，原来无相像，原来歌头咧称呼，咧叫人行我来哦，行我来哦。四句连讲。我来念歌，互恁听，无要扣钱，免着惊。劝恁做人着端正，好死留皮，人留命。是啦，念歌的四句连见面，甲你讲，免惊，我无要扣钱。虽然无要扣钱啦，较等下吼，要卖淡薄仔药啊啦。总是我念的歌句，一定是咧劝人做好，劝恁做人着端正，好死留皮，人留命。啊，四句连有诶咧劝人讲，着爱做好哦。有诶咧唱迄个古早三国时代的故事，嘛有咧唱近来老母抬囝的杀猪报，也是讲单衫五娘当伫咧恋爱迄种感情故事，一幕过一幕，歌头念落去了后，招人去行我来，剧情当精彩，我药啊甲卖落去，开始叫花了后，结子收煞歌念完嘛，得爱共收拾呢。歌尾又搁安怎样唱？各种共款扣几拍出来，甲大家互相研究。歌尾讲少年姊妹种兄哥，咱来听歌哪佚佗，听无介意毋通错，当作盈盈听小波。我这歌内底咧念吼，有当着啊得失人，我家己都毋知。咱比一个来讲，我若咧念周成过台湾，我下定定，恁大家围做伙咧看，内底原来有姓周的咧，原姓周的，敢有遮衰歹？来到台湾，着放杀原配妻，就会交着封尘查某，要来甲我计较要安怎样？我只好用四句连来劝人讲：我念歌，互你听，你当作哪佚佗？听无介意，毋通错，当作盈盈听小波。啊，过来，歌尾爱讲好话，讲歌念甲遮车摆，通知列位众兄台，有缘见面等后摆，祝恁添丁大发财。是啦。走江湖的人，都是用歌头、用歌尾来劝人、来提醒人讲，我好意来到遮，出外人你都爱小照顾。